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阿明姑，欢迎收看《福起来》。台湾有个时候翕相，一生人嘛冇翕过100相片，但是结婚的时节一定会翕结婚照。但是结婚照呢，以前的人是2个人起的张张，但是今家人会上山落海去翕无同样的结婚照。今日呢，有请到来宾，如是结婚照的营养师，以初我分享我哋咧。结婚入样嘅过程里边，佢神奇嘅故事冇同人讲，某个事情要同人注意下。我哋今日嚟分享今日来宾泰比来到嚟现场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林乐乡嘅刘大飞，而家做职业摄影师已经有6年嘅时间咧。泰比6年哦，6年其实几久呢？你当初喺亚考呢毕业嘅吓？唔免，我咩亚考嘅，我自家喺读嘅资管系。读资管哦。天路相关的系我哋资讯管理嘛。咁资管我后来我就去人哋做入样嘅一个专业咯。哦，讲可以是误打误撞嘅这样，系啊。讲到啲故事啦，吼，因为太好嘅时节，特殊嘅时节，嗰时节就请希望翕相，希望翕相就同爸爸借一台老相机啊，老相机啊，用嘅底片嘅做，吼啊。我迄个够有兴趣的，哦啊，嗰时就有咧女朋友，哦啊女朋友来讲，我就推讲，我存了一点钱啊，想要讲，买一台专业的相机，专业的相机，对，啊有推讲，我推分享讲，可能出去聊的时节啦，可以翕相管道同佢翕个管道的。啊，女朋友应该会听人错啊，一个专业摄影师啊，係啊。結到伊同我講乜嘢嘛？伊同我講，你又沒專業攝影師，你自家買很專業相機做買咯。嗰時間我就個挫折，你知冇？係啊，個挫折。即係你講，如果稱讚你，哈，還有偶然唔能抽。係啊，啊，結果冇。我自家就下定決心，我同佢講，我自家要做攝影師。你 video 也幾發？我做 video 也幾發。你 video 也幾發？嗰時我哋而家有啲專業嘅攝影師。咁唔問題係用一路係無強嘅專門嘅，因為講以前係做資管嘅嘛，佢可能講我哋學大學地位要高，學我哋對嗰基礎開始，但是入樣嘅東西，你即個本身要冇人嘅背景，唔用嘅開始學嘅東西咯。我到後面係有聽啲老師，聽啲先生啊，有就教我基本嘅吼，剛開始就去婚禮現場嘅基本嘅事情。啊就打雜啦，然後又慢慢就學，學到後面就我也，就有一些儀式的東西去了解，慢慢就變成攝影師了。可是你喺過程有一些同埋從談到嘅嗰種營養師嘅嗰種成長冇關係。如像人家我講，譬如講係從攝影開始，可能我開始翕風景，翕景物，然後翕人。最乜當同翕我同嘅人，比如講同你講嘅結婚，你開始都去聽到人家去翕結婚，我睇太淡喎，因為佢事情幾多呢？係啊，因為事情路上剛開始會咩幾緊張啊，面對不一樣嘅人、新人種種嘅感覺，開始會幾緊張，但是會克服，但是翕個就各有興趣嘅。嗰啲事情人家師傅，你講人家欣賞啦，馬上都本去翕下，還是講一開始還是對一些特殊的事情開始？一開始一定係用嘅特殊嘅事情啦，唔可能一開始就拿相機嚟翕。係啊，但後面係我要同佢講，感覺我差唔多可以，我夠有信心嘅地方係，我夠有信心。有信心。對啊。你差唔多耐久時間啦？你紅一久嘅時間？你紅差唔多半年。半年，跟人家師傅有可能講，因為他也是很驚訝啦，但是因為同佢講可以，但是主要係比較冇按重要嘅事情，儀式中冇按重要嘅事情。側拍嘅東西啦。對，就側拍嘅東西，係啊，慢慢嘅要去接納，說感覺翕嘅相片唔會濫嘅，有2種，佢是1、2種啦，後面就感覺
差不多可以的哦，嘿，就慢慢推上成为副摄影师安尼，慢慢的啦。咁其實係因為講可能你算入行班人嘛吼，你係咪因為講以前有基礎？可是你對嗰度攝影來講，其實你這個唔算真實的攝影，因為以前都有入樣嘅基礎，又有安尼熱情。我就同安尼先生講，一開始當然像主持人講嘅，我翕到嗰種我爸爸嘅，係啦，你嘅嗰種看得到啊。對，但是訓練啊，畢竟半年時間我每日都練習，同我上我婚禮上我用翕，哦，慢慢的翕到差唔多嘅感覺，還可以來同我先生講。我想問一個問題嘛，你哋喺度看落按，譬如講你入行班人，應該嘛翕嘅幾多廠？我都想睇夾入看嘛吼，起碼看到從結婚那個樣嘅，係咪其實你的心底不會有提供，可能下一秒如果有一啲個經典的畫面出來，其實你會等你睇嘅，等那個能夠瞬間。瞬間啊，係啊，第一啦，因為應該是說婚禮上吼嘅流程夠多嘛，吼，安尼翕叫嘅，唔就提供，等一下嘛會發生乜事情，唔知搞會。你有嘛？可以預測嘛？預測，你只搞第一講，我翕嘛角度，你只搞會夠清楚，不要一點，要不然一點就是光線的東西，你等一下買光線，等下會用處理那種按摩的那種空間那樣，要不然一類事情就會面對新人的阿爸阿妹，可以跟他們溝通講，流程上等下可以輔助你哋，講等下做乜嘅，等下。唔係冇緊張吼，因為結婚嘅時間，當然都會緊張，當然都會緊張，點講？個緊張都明明知道第二多忙嘅哦，但是到現場會發生事情嘅時候，就是例如說，等下會拜別時間，以前阿爸咪好緊張，咁唔知要做忙嘅，這有時間嘅攝影師就會同佢講，等下可以順嘅，係啊，可是攝影師嘛，變成一個。嗰種發動嘅調節嘅，對啊。嗰種其實唔單止係一個從旁，好一個記錄的，一個記錄嘅人，其實有時就可能嘛，要緩和一下他嘅情緒，因為其實他嘅太緊張。對，因為現場嘅氣氛跟情緒啊，較個重要啊。因為緊張吼，面色就唔好，面色就唔好，緊張嘅，安尼翕出來咩唔好啊？當然第一時間你就會。夾介同主家呢緩和氣氛嚟。咁你即係講，咁就比如講，唔同都講，佢同講，他個人緊張，後面是冇都講，遇到東西會冇做到。咁唔幾時係用嘅嘢角度議題嚟講啦，講對啊，馬上對下是講，細長一團言語提醒講，其實你都有啲東西記唔得。通常係我會細長一團先人講，阿爸咪咁樣講，等下我做忙嘅。讓他們知道，等一下我做忙嘅事情，然後就個放心，因為緊張嘅時間，你乜嘅都聽唔用得。其實你唔會數媒人婆呢。真是，有時間我又讀到一半嘅新人也阿爸咪，讀好母親沒人啊，然後很難的攝影師念嘅四句嚟嘅。我能講一件事情啊，我真是可以同他嘅觀眾朋友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我第一擺做伴郎。咪喺我幾好朋友請我去做伴郎，因為我幾好朋友本身係基督教徒，佢也要嫁嘅吼，係我哋喺台灣嘅嗰種禱告啦嚇。嗰所以人基督教徒其實冇得唱媒婆嘅，但是而且想講阿姨呢，佢哋可以強形容出來，嗰時都唱係佢哋教友啊，去做媒婆，充當媒婆啦，就等於說有一個角色，如希安嚟做伴郎嘛。佢都見到嗰種我哋嘅媒婆不會講吉祥話。佢形容冇辦法接出來，我就想講好慘啊！佢前一站嘅紅啊，咱加為啲佢吉祥話啊，佢從來記得，我都伴郎接戲媒婆講吉祥話，然後喊佢形容出來，然後咁無限啊！係啊，嗰種變成講，即係講我哋上嘅嗰種婚禮攝影，應該係夾表你點嚟翕，冇想到我哋婚禮攝影話講吉祥話咧。他大部分還是點嚟翕啦。但是有時間感覺看到現場，感覺安尼翕唔可以嘅哦，因為安尼翕嘅話真係廢台，相片都唔可以用。這時間安尼就會去充當一下事情。基本上安尼盡量都會靜靜的一拍，去記錄你哋
自然的瞬间安尼啦。佮种更加几种人啊吼，从一开始嘛讲，以前人的婚纱全部都两年期的张张的，佮更加人的婚纱，迄咪几度自家想法吧？哦，更加几度想法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更加迄上个几度自家想法就是讲，哦，伊几度创意，哦，像讲例如说星际大战的，星际大战的，对，看到有诶。星际大战，侬按等着，侬想到用星际大战的想法。因为现在天样啊，吼，嗰度影迷，因呢本身就即个系星际大战的影迷，吼，啊，因呢，这是一个同人沟通的时节啦，就是同人讲讲，哦，大屁，我要翕个头套的，啊，讲个头套，迄乜嘢头套啊？因呢即个去准备的，唔冇，系啊，吼，伊买个贵呢，啊，就即个准备好，啊，帮人翕，这些东西都会事前要先沟通好。然后有够多创意啊，哦，有些要跳起来啊，有些要恩勇的。啊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那跳起来能用什么？跳起来的就是抓一个瞬间的嘞。对啊。几时把跳过头摆吧？差不多，我看新人的本质，因为有一摆来去垦丁啊，伊跳2摆就跳成功。是哦。这个面就压抑了，够厉害的。够厉害的，真是够厉害的。结婚迄年，佢创造一件大事，嗰數更加人，佢希望即個結婚嘅方法、結婚嘅相片可以做自家嘅語言來寫。休息一下，我哋下擺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歡迎過來福起來。上台節目裏邊，我哋來賓太妃同人講，做一啲結婚嘅樣式，把學講吉祥話。嗰種人嘅樣嘅過程裏邊啊，有冇個可以幫印象過成為一個婚禮嘅那種攝影過程嗎？婚禮上我想到一個經典嘅吼，就是收音員，喺網絡上有看到一個新人，伊喺發布講，伊呢會去。巴拉望喺菲律賓。菲律賓嘅巴拉望，人講，因為即個會去給偏辦婚禮，啊，但是重點係無長輩，因為就即個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即係傾下包啊，就傾下可以，啊，因為要順沙辦婚禮，要不然就會喺網絡上請一個攝影師，就是婚禮攝影師。公開發英雄帖就對。啊，嗰時陣我就看到，有小信啊，感覺我可以。够有信心，然后我就发一个，我就自己推荐我自家，我就发一个作品啊，送一杯款，啊，过差不多2-3日，你就回我，你讲错嘅咩？没，就没有，没，就是他觉得感觉我唔会啦，作品都有，你就要有中意，啊，又同人聯絡，啊，同人講，太平因為我係睇高雄啦，啊，嗰時就同人講，唔可以來台北，但係兩個面試，就會面談，講一下過程，就是過程係講，到時我要去，我要去買東西，就會了解一下，要個大方同人講，即係送嚟把嘅高鐵票嘅錢係都可以幫同佢出啦，啊你同佢就送去台北，對兩個夫妻嘅面談，嘅夫妻係伊咧係做。金公司就是做那種戒指設計，金工這門係做那種室內設計我哋做設計嘅人吼，切推嗰度意見啊，嗰度想法，啊人就面談時間有講嗰度，伊即個中意嘅喜歡嘅東西啊，然後即個有做一個結合啊，然後講興意去嗰度想法，同埋講樣去，嘅。都係唔係問題，講係叫做骨緊張啲冇，嗰種係去。你邊人面談咗？係我去睇上班族嘅面試官啊，你知冇？就兩個人做真嘅，嗰時伊家同人講，特別我同講，我老公吼唔好連翕相嘅時間，因講來看影片，1、2、3，最難嘅，啊完面談完之後。有突然同人講，旁邊迄有個公園啊，有講
向下过去做公演来去翕相，现场测试。哦，紧张啊，要是。可是真是几专业的吼，其实伊他妈希望讲伊真的婚礼的验样式，唔係嗰種隨便來嘅嗰種驗樣式。除了面談，伊話要去現場去公演去試看看人家講流透。對，真是。嗰時咪有講到，一個重要地方就係伊哋去唔係講一日辦完婚禮就過來，伊哋去講要去撩4年，哦婚禮1天，所以生活都5年，伊感覺人吼。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要合，就是不可以讲，你就是来工作呢，就是板着脸这样子。一感觉你要跟他合，就是不是说你专业就可以，呢就现场带去公园来测试。当然他老婆有同来讲，伊唔好嗰種，跳到先亂講嘅，就是形容講唔好，人家係冇講1、2、3個做嘅事情啊。我用我這個方法就講，你就像公園咧散步啊咧，就手牽手，要擁抱就擁抱，要擁就擁，就夠自然，要聊天就聊天，我就點，我就慢慢的去從中間去找覺得自己喜歡的構圖跟角度，然後就翕了。我就推講，這就是你們呈現的樣子。他一路講裡面，看到我們夠歡喜，看到那種拍攝方式嘛，感覺冇看過，我感覺伊夠喜歡。我想問一下，也係咪因為講，這個如何入門的時候係翕，我能講嗰種婚禮，唔係像以前那種。婚紗，婚紗可能同我們講，來新郎看這邊，好新娘看這邊，你們兩個對看，可是可能一開始人路唔這個路唔係對婚紗入門呢，對，可是變成也要求對人來講係人家要專長，可能對嗰種人來講，還是講就是回頭看，就是婚禮上的一些經驗上帶到給我婚紗照的時候，就覺得好像個。自然的一種的方式，變成人家強項了呢吼。就是順着以前的感覺啦。佢最重要講，工作有拿到？有，我就有拿到。2、3年以後呢，又打電話同我講，錄取，決定講搶去同伊呢去巴拉望，飛機票啊，還有食衣住行，總可攏包回來。很好哦，你叫阿姨。這5年都在發生乜嘢事情啊？是在個上帝呢，因為嗰時候人談到講，帶隊啲人講婚禮攝影師嚇結婚的驗樣師，全程去參加個婚禮。結果你咪講同以前參加嗰種婚禮嘅嗰種驗樣有乜嘅無同樣嘅地方？無同樣地方係喺國外吼，國外啲景色一定唔同樣，係啊，而你可以睇海邊嘅婚禮。海邊婚禮唔共用，還有個，因去婚禮之前，你去嗰度地方聊啊，就聊就嗰種個奇妙嘅就是變朋友嘅一個感覺，就唔係講嗰種捱起來走條路就是捱同翕相就安尼，唔係，就變咧嗰種朋友，唔係講個約束安尼啦，就個輕鬆安尼，邊聊啊，或者邊幫我們拍照，個粉氣這樣子。嗰時從安尼嘅，唔知個人咪講，安尼氣氛大下啊，吼，唔知個做一啲專業嘅驗樣師，你咪有差冇？就像以前咱哋，可能比如講咱哋婚禮，可能都趕場啊，吼，馬上都停咗時間啊，點解新娘入場啦、拜別啦，吼，冇乜嘅，像安尼嘅行場按緊湊嗰種行場嘅婚禮，你咪安尼嘅，佢舒暢，吼，佢自然嘅嗰種方法。對你來講，你這個人家心態上，你咪有改變嗎？我感覺冇改變啊！第一睇國外嘅婚禮吼，因為這個辦婚禮在國外冇長輩，冇長輩就冇時間的限制，吼，這樣個存用。啊，以這個就可以這個決定講，某個時間可以試，吼，某個時間要結束，因當然其實這個時條都很輕鬆，睇得高，差不多。都中午的時間，那可以是化妝，慢慢就是弄東西，準備東西啊，巴拉望的事情啊，聯絡啊，都一切事情都慢慢的在進行。然後講，翕相起來夠舒服，唔會像傳統，唔會講傳統啊，就是台灣婚禮就是
时间，哦，你有诶时间，就不紧凑，对，是，伊呢就某个在意有一些事情啊，当然就容易的自然轻松的程度就足。咁从这个婚礼里面，因为有那几种相片，很感觉到，佢甚至可以同他人介绍一下。喜欢的照片还蛮多的，就是因为他是跟老公是金公司嘛，你这个有做这个戒指，哦，你的伴郎、你的兄弟有这个做一个属于你的这个名的戒指，嗰种团队的感觉。哦，好，是，真是个厉害，伊这个有没做一个送来啊？多时间可以拿一个问看，就是这个戒指，啊，都黑时间还有同意，就是一群伴郎兄弟的感觉，啊，就大家拿着兄弟会的那个一个标志，对，厉害的地方迄个感觉，迄以这个设计啊东西戒指，个代表性个重，啊，不然有一种相片就迄以这个做一个戒指，求婚的时间迄个五个，五个，它是一个卡通漫画的方式啊，伊在加一个气氛嘅卡通，啊，也就模拟这种做出来，模拟 CC， 把戒指用在体底块，有些惊喜啊！我感觉个特别，我可以以这个为设计啊东西，真是够用心啊！咁从那里在提菲律宾巴拉望岛一个海岛婚礼，其实今仔他个人吼，佢希望有啲海岛婚礼，但是海岛婚礼以乜嘢主持嘅婚礼咯？迄当地迄请一个神父，讲起来，不是一定系高土哈？唔没高土，在讲到一个好笑的事情，就是伊能去办婚礼的时间，伊能这个唔没高土，啊，伊同个神父讲吼，就因为神父出来的时间，做个吼。就是天主教的天主教的那种披巾啊，然后拍摄的一些正统仪式的，伊感觉安尼较端正的，结果本这个新人讲，反正我就是脱掉讲，还有脱系莫作呀，因为伊讲伊唔好呀种，就是有就是基督教的东西，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宗教的意涵贴充的东西啊，有就讲拿到后。穿一辆那个红色的小 T 恤这样子。哦，你底部的上部，对，底部走的底部的上部。连伊这个带个十字架都黑腿，真是的。啊，跟师傅马上来做，走啊，冇用的咯。但是过程是够粉意的，够粉意啦。冇讲就是强制以后脱掉冇啦，然后大家是嘛是够粉意。佢个婚礼迄个。我们天公司的时间办的嘛吼，咁伊哋有晚会嘛？有，一年从中午就开始的啊，一年到暗暝啊，一年海岛的婚礼唔可能像传统的咧，buffet，一年现在吃buffet啦，唔错啦，就是那是流水席，没是流水席啊，就是吃buffet，就要自家去拿，够自在啊那样。当天晚上，一年够随性啊，一年就同一些朋友同伊讲，可以来讲一下话。就会代表讲一下，就是今天婚礼有嘛感想嘛？讲啊，兄弟，他甲讲哦，给我值哦，给我感动啊，哎呀，就是够感动。可是其实人家个婚礼越来越多变，其实睇啲海岛拍啲婚礼，少人邀請人哋自家嘅好朋友去都可以嘅。有時候其實底下咪睇片係嗰度個精彩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，所以喺節目地方我哋裏面睇片，同人哋講下依啲幾好嘅依啲海島婚禮，其實我哋睇緊而家上嚟有啲海島婚禮，但是唔係講每啲人都盼得起海島婚禮啊，其實喺台灣嘅依種婚禮裏邊，哪一種婚禮係最好嘅？其實個基本就是傳統嘅台灣傳統嘅婚禮就是流水席。真的？流水席，我們鬼吵下。一般人都感覺，更加後生嗰種感覺。流水席吼，歐洲壓人，阿爸阿妹都唔好，強壓人啊，係啊。但是更加其實那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傳統的經典，因為那種傳統那種布幕吼，那個翕的東西夠多，就是人情的東西很重要。我覺得現場拍攝起來也是
很有一种那种气氛规划，气氛规划，就是人，我感觉台式婚礼就是经典，就是人情，加就最重要。如果那个，其实我哋以前的饭店的办婚礼，我们说饭店的环境规划，但是你讲我讲啊，规姿势啊，嘿，然后嗰種地方，你冇辦法講嗰種盡興，你可能我哋新郎係我哋嘅朋友啊，但是我哋可能一起敬酒，可是我哋嘅傳統嘅嗰種流水席地方，你一天要做一件事情。可是對人家樣式來講，按複雜嘅現場，應該係最快去控制嘅呀。跟人用去面對這樣嘅事情。流水席最強嘅就是現場夠亂，儀式嘅時間就是現場。人個多啊，來來往往安尼個多，動線唔會講像飯店嘅安尼個順利安尼有專門人安尼引導嘛。有流水席就講安尼啦。現場嘅燈光，有時候現場主家冇種貨，這個要用嚟處理，這個你家買去克制去克服啦。像咱嘅團圓翕，我講結婚嘅入樣，唔但要團圓翕全家福。有。全家福，全家福吼，感覺最重要的就是年，最重要年就是每一家人都有自家的特色。係呢。你哋就係可以同佢年溝通的時間，唔可以服裝，大概喺全家福的時間，重點就係服裝冇差個度，冇阿爸着黃色，阿妹着紅色，就會做誒安尼花花綠綠安尼唔好。然後出嚟全家福就會。大家賞婦會一致性，先講好一致性，看起來那個舒服，唔會感覺奇怪。萬有嘅就是有些人是因為阿爸咪骨肉誒，想會貼喺全家福，這種東西就可以貼起來，因為做啲紀念嘅咧。嗰時唔係而家咧，禮堂就貼全家福嘅時節，除咗賞婦啦、背件啦，嗰度，嗰時唔好去了解講，而做乜要貼？做乜來翕全家福嘅原因係咪？就會摸一下啦，就是重點會就要的是什麼東西，然後會底。咁你從翕按到全家福地步，有乜嘅係個本人影響佢沉？有一擺就係人哋翕全家福啦，有孫沙翕嘅因媽媽嘅遺照安尼，然後感覺也呢咩個正面去面對也事情，而唔咩講翕也就係唔好。然後我提早準備咩一件好的事情。其實我講咯，你一定會去啦，你一定你健康你嘛會去，唔健康你嘛會去。但是你用個去面對愛去嘅人哋，係咪準備到幾好，學幫佢辦幾講，佢看時間嚟用嘅。其實唔係講我哋愛某個時間用，其實係利用我哋咧子子孫孫講啊。等阿婆，等阿公，其實可能3萬張呢，其實係一種紀念啦。嗰時其實像常常人講，你睇人生最重要兩個字啫，而家總有樣事，嘛發揮佢太嘅功效。我哋將我哋今年呢啲現場地方有幾多人嘅作品係咪？佢將喺度我哋啲相片地方，因為有啲木箱係盲咯。而家木箱係我哋這工作室設計嘅，我哋工作室有2位攝影師，或者加上3個啊，就向下嚟。成立一個工作室，安尼想講婚紗嘅成品就會包裝一個好，然後感覺木箱嘅呈現嘅方式，因為討論請給木工嚟設計，然後感覺設計木盒係最好嘅方式。嗰時嘅地步係標嘅係所有我哋一擺，譬如講我哋咧新人，禮堂第一天嚟翕我哋咧婚禮嘅入樣。嗰時今日所有嘅東西全部用喺你上個邊嘅，係咪？冇，婚禮有婚禮嘅相嘅，冇相嘅。婚禮嘅相嘅，入邊都會是婚紗嘅。婚紗的，特別喺我工作室就甲做一個小本子，小本子係有嗰度像那種寫真的方式，這樣嘅排版也嗰度感覺像是自己的個人小特輯，雜誌的感覺。啊，即係工作室跟我們用嘅東西啦，有基本咧放大啊，有謝卡嘅東西都會睇底部，因為真係最重要咧講，因為我哋常常會講，嗰種婚紗啊，翕好啊，你貴些都一生人都唔會看啦，因為係貴重，
好，像以前的婚纱那种相片，真的是一台本的相片啊。你讲啊，亲朋好友来表我出来，他们也讲啊，没有连用的，因为鬼虫啊，可能海边弄来一贴嘛东西，可是你变成了一个小手册，其实可以方便。小手册那一部分啊，没有一个婚纱本，但是更加设计材质更加唔会讲骨重的啦，因为头摆嗰种传统的那种。买个水晶相本，蛮个从更加唔会做佢轻量化的。因为其实我哋在结婚的时候，睇你如果看到有东西，有帮你烦，冇说写小卡片。其实像我哋嘅事情的话，像你的安全因为你的婚礼嘅样式，有嗰种我哋而家我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有啲摸的啦、声音的啦，吼，啊结婚的时间有乜个建议俾人？哦，这个会去制作婚纱吼，我感觉第一时间会了解这个气氛乜嘅东西，哦，你就可以请摄影师，哦，同摄影师去沟通讲，气氛乜嘅东西，像我头都讲到嘅星际大战，现在的人就有这个兴趣，哦，拍乜嘅东西，我感觉沟通前面的沟通前置吼是最重要的，万一咧就会会拍乜嘅东西，例如说元素。哦，有的人喜欢海边，哦，有人喜欢森林，嗰度地方，然后你就会在前面会囤显工吼，冇多时间哦，来去海边，啊，结果你这个唔好，那就坏台，对对。嗰时我哋呢观众朋友，那叫做有声音的要结婚的话哈，而且你能讲好，你的先用的一元素哈，你可喜欢用的东西，然后你的一天都要思想要同我哋呢结婚的样式沟通好。佢中途都有讲，我愛喜歡嘅元素啊，我改好買嘅東西，我加我嘅婚紗地方。但是問題係我是那屯請到一定樣式啊，我嘅婚紗咯，我其他東西，我即個一請嘛，還是有配的方法吧？更加人所做一個好多嘅包套嘅東西，即個屯造型師還有禮服，都有做一個統合包，就是包套嘅東西，就可以讓一些新人可以出家就可以，唔是即個又去聯絡造型師，還有即個去請丈夫安尼啦。嗰時安尼其實對我哋嘅新人來講，其實嘛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選擇。但是我有一啲問題，就講。各種我哋協商嘅過程裏邊，譬如講落雨，譬如講落雨，然後可能落雨可能因為唔方便出去，但是我因為落雨個浪漫啊，你有衝突嘅時候談乜嘢？衝突嘅時間，當然第一點一定要聽新人嘅，因為新人花錢嘅骨態，花錢嘅骨態，唔可以講這個攝影師希望下雨天就這個要翕個誒，第一還是要跟新人溝通啦，哦，這是第一點。哦，還有可以講，用來調時間啊，因為製作婚紗時間，造型師、禮服、攝影師講好時間，你就好誒，就可以各方面去調時間安尼啦。嗰時其實唔係講溝通以後咯，其實唔係講個太問題。其實我一直有啲問題，譬如講，唔像我哋台灣嘅傳統嘅婚禮地位啊，你去啊，你攞翕萬年，譬如除了結婚咧，新郎新娘是因為，你攞翕萬年係主家咯，譬如講。新郎嘅爸爸媽媽啦，還有講，譬如我哋有時節好兄弟結婚，我哋會去，唔同嗰啲講，萬年係好朋友，萬年係插人啊，那個路人哦，像我哋東西唔能安用一啲嘅東西哦。喺婚禮嘅時節，前一天我哋會電話溝通，我哋會大概了解伊爸爸因嘅家成員，兄弟姊妹，就是最重要的、比較重要的成員啦。因為有些單親嘛，冇講講多時間，個都去爸爸結果唔咩，去全家福個尷尬，因為了解啊，就是要事前會寄一些就是 mail 啊，一些照片可以更加解釋。要先把相片本可能。係，就提講那係我爸爸阿妹兄弟姐妹。咁你有發生過，以前有發生過那個尷尬嘅事情？有一擺係，嘅拄好係，那嘅時間係我。那出來去婚禮嘅時間，經驗上嘛個冇安好，前日有個冇做安嗰種功課，嗰時間係我記得係，伊爸爸係一個雙胞胎，係，但是伊嗰時間我去拜別嘅時間，結果伊爸爸冇提個片，伊爸爸已經冇嘅啦，但是伊爸爸冇嘅，個衝啊，因為雙胞胎個衝啊，因為我有看到。因為我去婚禮嘅時間，有看到伊咧全家福，
全家福讲亚人就伊爸爸啦，但是阮是无想到伊爸爸迄双胞胎女无，结果又拉伊爸爸楼台还是阿公啊帮他们的，又拉去做拜别，当做是伊个。跟如鬼尴尬，够尴尬诶！伊讲唔会，俺唔兴，啊对哦，最后新娘子就突然讲给唔免爸爸了，然后真是个坏事，哎呀，就难忘的经验，之后就经验就唔会发生一样的事情。其实一般的经验也还要落过注意哈，你的面的哈，殷勤了，所以事前的沟通是最重要的，某些事情就会事前有沟通。其實唔管做乜嘅事情，一地位人同人互相嘅信任同皮下係個最重要嘅。你像今日睇片，一直在講嘅人火嘅部分，今日佢今日睇片嚟都嚟現場同你分享一段精彩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。如果有需要婚紗、婚禮，都可以來找我們無極攝影工作室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嚟看看嚟，看下嚟運動運動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永權，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。今日要教大家係上半身嘅舒緩運動哦。今日要請您再準備一塊瑜伽墊，好，按嚟來做暖身操。好，準備好係冇？同先生同下運動嘅哦。好，來請一條拿看上面，跟緊綁床。好，慢慢地再跪嚟下背，好，再過嚟右片，跟住看你嘅右片，嚟左片。好。加上的手，兩隻手，食指好，翹起來，好，頂個後腦勺做一個施壓力的動作。因為剛剛的背囊有綁到，我感覺緊緊，我來做停留。好，跪在中間。好，更加對你的手，你的大拇指，好壓上來，好對你的下巴，好壓上去。再跪在中間，好，手放下來，放輕鬆，你的腳好頂，你的肩膀同樣看，好，做一個甩手的動作，好，我肩條不用輕鬆哦。左右片安尼甩。好，慢慢地放起來，做一個全身的動作。好，再往下去，老人鉗呢，好，天意鉗，好，吸氣，調氣，吸氣。調氣，好，拿來穩片哦，吸氣，下來是隻調氣，慢慢地做。好，仰背一節一節，
放起来。好，更加像炒炖。好，盘炒。两只薯打开来，放喺那杯两片。好，吸起，调起来做一个牛转的动作。好，做停留哦。记得个杯让我伸出来哦。好，慢慢的吸起，调起。好，过来吸起，调起。好，更加呢，啊那伫前面像爬楼梯一样诶。好，慢慢的爬到前面。啊，那的身体伫前面弯下去。好，伫隔壁再爬过去，爬的另外一片。好，竖牙膏做停留。好，我手柄下来，啊那爬另外一片。好，我手做一个搞材的爬动作。另外一只竖牙膏做停留。好，再爬过来。好，过来中间，伫前面爬，做停留。慢慢的爬过来中间。过来原来的咪咪耶，好，再过来，好，更加拿来开刀诶，好，两只脚各7条，好，做一个开的姿势哈，一样哦，你双摆有搞高哦哈，哎，你手掌哦，好，手掌要来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调气的时间都是好，强风来，我背浪强风来，好，我调那数下来，吸气，调气过来，好，更加舒服，坐下去。好，我手再伸出来，做一个停留的动作。好，像用个右手伸个左手的牙齿骨，有个空间可以伸出去，来做一个延展的动作。好，做停留。好，慢慢的数过来，更加来弯片。好，一样，你左手伸的牙齿骨，另外一片的牙齿骨一片，好，再过去。我刚刚的手有你伫前面绑，伫牙片旁边吼，隔壁牙片绑的重重。好，慢慢的数过来，两摆，一节一节再放来。好，那等下再来做一摆哦。好，来
树桩来打开来，两只脚开好，好，吸气，跳气。吸气，再过来，吸气，跳气，过来沿落一边，好，坐下來。好，再放出來兩隻手，好，慢慢的過來，然後彎片，你做手，用的另外一片牙齒骨，手在身側，慢慢的過來中間，仰背。再放起來，好，那來呼吸準備擺，來開到兩隻手，好，手掌要打開來哦，好，吸氣，跳氣，可能肚臍，背囊胸放來，吸氣冇痛。跳起過來，沿落一邊，好，我師傅坐下去，手慢慢地伸出，右手慢慢地伸呢，左片，這骨一片，好，伸過去。弯片，左手來伸的右手，這骨一片。好，慢慢的過來，仰背，一節一節，也會慢慢的伸出，準備跳拿。今日嘅動作記得了冇？明日要團人做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俺們下次能來了。